大家好，我是李廷伦。我是府城来的啦，自细汉我就是互阿嬷带大汉的。搁自细汉吼，我嘛就爱表演，所以我就上百回啊。是毋是想要甲我讨 FB、IG 还是 Line 啊？我就不爱互你咧。呀，毋过你若请我食姜母啊，我就考虑互你哦。其实我要来晋级的，我有甲阮三口看过，所以会晓我用艺名，用默契的艺名。结果我好了，我怎无发现迄个 email 传无出去，我嘛是本名。收到你这张批吼，我是欢喜甲嘎嘎叫呢。我迄两个头囝吼，一定也准讲我即马当咧去笑。真感谢老师看到我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徛伫遮。我的人生真正有一个足水的一个篇章。